午後的陽光斜斜地穿過落地窗，在米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錯的幾何圖形。空氣中懸浮的微塵像被遺忘的時間碎石，靜止而沉重。客廳裏靜得只剩下座鐘單調的搖擺聲，一下一下敲打在每個人的神經末梢上。張柏芝坐在沙發的邊緣，脊背挺得不直，像一張拉滿的弓，指尖深深地陷進掌心，留下月牙形的紅印。他的眼眶是紅的，卻倔強地不讓淚水滑落，嘴角緊抿成一條細線，微微顫抖。沒有人知道這場對峙已經持續了多久，時間在這裏失去意義，只剩下彼此眼中熊熊燃燒的火焰和冰封的絕望。空氣裏的張力棒到了極限，只需要最後一根稻草，就能壓垮搖搖欲墜的平衡。門把轉動的聲音在寂靜中格外刺耳。謝霆鋒的身影出現在光雲裏，他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像戴着一層鐵灰色的面具，眼神掃過屋內的狼藉，掃過兩個女人截然不同的姿態，最終落在某個虛無的焦點上。他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接下來發生的一幕，將像燒紅的烙鐵，在三個人的生命裏留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痕。而那句只有4個字的評語，日後會在無數個深夜裏，讓聽聞者無聲落淚。那是一個被狗仔隊和八卦雜誌反覆書寫的年代，鏡頭和閃光燈像飢餓的野獸，時刻窺視着這座城市裏最引人注目的一對金童玉女，以及那段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三人關係。媒體樂此不疲地將王菲的冷傲、張柏芝的熾烈和謝霆鋒的搖擺並列在頭版頭條，用聳動的標題消費着他們的情感碎片。但鏡頭之外，在那些沒有鎂光燈照射的角落，真實的傷痛遠比娛樂版的文字更加尖銳和赤裸。那一天的情緒爆發，其實是經年累月積壓的火山，在無數次的猜忌、爭吵、冷戰與妥協之後，終於找到了最慘烈的出口。事情的起因早已模糊在口舌之爭裏，或許是一條曖昧的簡訊，或許是一張被偷拍到的合照，又或許僅僅是一個疲憊的眼神在某個不合時宜的瞬間被錯誤解讀。但當張柏芝帶着滿腔的委屈與憤怒，像一陣旋風般闖入王菲的寓所時，所有的體面和修養都在那一刻被撕得粉碎。她不是來吵架的，她是來要一個答案的，一個困擾她無數個失眠夜晚的關於愛與被愛的終極答案。然而王菲的態度卻像一堵柔軟卻堅不可除的牆，她沒有大聲咆哮，甚至沒有站起身，只是坐在鋼琴前的圓凳上，修長的手指無意識地撫過黑白琴鍵，發出幾個零落而空洞的音符。那種近乎置身事外的平靜，反而成了最致命的挑釁。你憑什麼？張柏芝的聲線因為激動而拔高，尖銳得幾乎要刺破屋頂。憑什麼你離開了還要回頭？憑什麼你一個眼神就能把他叫走？我算什麼？他歇斯底里地質問，淚水終於衝破防線，在他精緻的妝容上沖刷出2道狼狽的痕跡。他衝上前去，想要抓住王菲的肩膀，迫使那張波瀾不驚的臉對自己做出反應。就在他的手指即將觸碰到王菲衣料的瞬間，謝霆鋒從側面衝了出來，一把扣住他的手腕。那力度之大，讓張柏芝吃痛地倒抽一口氣。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在後來被無數個版本的留言添油加醋，但真實的場景遠比任何臆測都更為殘酷。謝霆鋒沒有拉開張柏芝，反而在電光石火之間做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都無法理解的動作。他鬆開張柏芝的手，轉移面向王菲，然後揚起了手臂。清脆的聲響接連不斷地響起，在密閉的空間裏回蕩，1聲、2聲、10聲、20聲。那不是輕輕拍打的警告，而是用盡了全身力氣的刮掌，每一下都帶着破空姿勢，精準而沉重地落在王菲的兩頰。王菲的身體隨着每一次擊打而偏轉，長髮在空中凌亂地飛舞，但她始終沒有伸手阻擋，甚至沒有發出一聲呻吟或哭泣。他的眼神從震驚轉為空洞，最後變成一片死寂的灰燼，嘴角慢慢滲出一絲血痕，
沿着她蒼白而優雅的下巴線條蜿蜒滴落，在白色的裙擺上綻開小小的刺目的紅梅。張柏芝徹底呆住了，她忘了哭，忘了吵，甚至忘了呼吸。她設想過無數種可能的對峙場面，卻唯獨沒有想到眼前這一種。那個她心愛的男人，那個在媒體面前永遠熟睡沉默的男人，此刻正像一台失控的機器，用最原始、最野蠻的方式，對着另一個女人，也是他曾經深愛過的女人，施加着毫無道理的暴力。他看着王菲的臉迅速腫脹起來，指印清晰可見，看着那一滴滴鮮血濺落在地板上，像無聲的控訴。一股寒意從他的腳底直竄頭頂，讓他忍不住打了個冷戰。他突然覺得謝霆鋒打的不是王菲，而是打碎了某種他一直篤信不疑的東西，關於愛情，關於溫柔，關於這個男人心底深處他從未真正觸及過的黑暗。當最後一記掌摑落下，整個世界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聲音。謝霆鋒的手臂頹然垂下，他的掌心因為用力過度而通紅發麻，肩膀劇烈地起伏着。他低頭看着自己的手，又看着王菲那張布滿傷痕卻依然沒有眼淚的臉，眼中掠過一絲極為複雜的情緒，有痛苦，有懊悔，但更多的是一種破釜沉舟的決絕。他張了張嘴，聲音乾澀得像沙子摩擦過粗的石面，他只說了4個字，字字清晰，擲地有聲，這下扯平。那一刻，張柏芝終於崩潰地癱坐在地上，雙手捂住臉，從指縫間洩露出烏煙的哭聲。他終於明白了，這20記刮掌，沒有一記是為了替他出氣，也沒有一記是單純的憤怒發洩。謝霆鋒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親手斬斷和王菲之間所有的情分與虧欠。他用最極端的、近乎自毀的方式，將自己從三角關係的泥沼中暴力地拔除。他要讓王菲恨他，恨到極致，恨到永不原諒，這樣王菲才能徹底放下過去，重新開始沒有他的人生。同時，他也是在向張柏芝展示一個血淋淋的真相，這就是他愛的方式，決絕、慘烈，不留餘地。他要張柏芝看清他靈魂中暴戾的那一面，然後自己做出選擇，是要留下來接受這個完整的、帶着傷痕的他，還是轉身逃離。王菲終於緩緩地站起身，她用袖口擦去嘴角的血跡，動作依然從容優雅，仿佛方才承受暴行的人不是她。她甚至沒有看謝霆鋒一眼，只是走到張柏芝面前，蹲下身，用一種近乎憐憫的目光注視着痛哭失聲的張柏芝，然後輕輕地，像一片羽毛般拍了拍她的肩膀。隨後，她拿起沙發上的披肩，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門。門關上的瞬間，張柏芝知道王菲帶走了所有關於謝霆鋒的舊情，乾乾淨淨，一絲不剩。而留下來的她和謝霆鋒將面對一個被粉碎後必須重建的世界。後來的日子裏，謝霆鋒對那天的事情絕口不提，他依然會牽起張柏芝的手，依然會在公開場合保護她，但那20記刮掌的影子始終還梗在兩人之間，像一道看不見的玻璃牆。張柏芝無數次在深夜驚醒，夢裏是王菲腫脹的臉和嘴角的鮮血，以及謝霆鋒那雙燃燒着瘋狂火焰的眼睛。她開始害怕那個男人身上潛藏的極端，卻又在這種害怕裏咀嚼出一種畸形的安全感。她相信一個願意為她手染鮮血的男人，至少在此刻心裏是有她的。她沒有選擇離開，而是選擇了遺忘，或者說選擇了假裝遺忘。媒體拍到他們復合、結婚、生子，鏡頭前的笑容甜蜜而完美，仿佛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只是一場噩夢。但只有當事人知道，有些裂縫一旦產生，就再也不可能恢復原狀。謝霆鋒變得更沉默，他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烹飪中，試圖在灶火與刀工之間尋求內心的平靜。他對張柏芝和兩個兒子的照顧無微不至，物質上從不匱乏，給予了旁人眼中絕對的負責。但那種負責裏，總隔着一層若有若無的距離，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償還着什麼，又像是在用責任感築起一道防護牆，
保護對方不再被自己內心的野獸所傷。直到多年後，兩人的婚姻終究還是走到了盡頭。離婚的消息傳來時，輿論譁然，各種揣測甚囂塵上。有人指責謝霆鋒舊情難忘，有人同情張柏芝的付出，卻很少有人真正探究過那段婚姻內部早已腐朽的根基。在最後一次關於離婚協議的私下談話中，張柏芝終於鼓起勇氣，問出了那個困擾她10幾年的問題：當年你為什麼要那樣對他？你難道不知道那一巴掌一巴掌打的也是我嗎？謝霆鋒沉默了很長很長時間，窗外的霓虹燈在他臉上投下變幻的光影，他看起來像一尊疲憊的雕像。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低聲說了一句，聲音沙啞：有些債必須用最痛的方式才能還清。對他、對我、對你，都是。那一刻，張柏芝看着眼前這個鬢角已生華髮的男人，突然徹底釋然了。他終於懂得，那20記刮獎從來不是針對王菲的霸凌，而是謝霆鋒對他自身優柔寡斷的處刑，是他強迫自己從情感的迷宮中走出來的血腥儀式。他親手打碎了過去那個搖擺不定的自己，用最原始的方式宣告了一種病態卻極致的負責。他對王菲的負責是斬斷所有可能，讓他不再有任何念想。他對張柏芝的負責是用行動表明他的選擇，哪怕這選擇的代價是如此觸目驚心。而他對自己的負責是勇於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陰暗與殘忍，並承擔其帶來的一切後果。這不是一個關於原諒或不原諒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人在極端情感漩渦中如何掙扎求生的殘酷寫照。謝霆鋒的做法或許永遠無法被世俗的道德所認可，暴力在任何層面上都不值得被美化。但當我們剝開那層血腥的外殼，去看他當時所處的絕望境地，一個年輕男人被夾在兩段深刻的情感之間，媒體的追逐、公眾的審判、自身的軟弱，所有壓力交織成一座牢籠。他選擇了用一種近乎自殺式的方式來爆破這個牢籠，也爆破了自己的一部分靈魂。那些在深夜裏為這4個字流下眼淚的眾人，或許並非在同情王菲所受的皮肉之苦，也不是在感動於謝霆鋒所謂的負責，而是在那極端的情景中看見了自己曾在愛情裏掙扎的投影。誰沒有在某個時刻為了結束一段糾纏而做出過傷人傷己的決定？誰沒有為了逼自己徹底放手而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那些眼淚是為曾經那個笨拙地用錯誤方式去愛去恨去承擔的自己而流的。謝霆鋒用20次刮獎告訴世界，也告訴自己，這條路他走錯了，他要用身體的痛來銘記這個錯誤，再用一生的責任去償還這個決定所帶來的連鎖反應。時光流轉，王菲早已在另一個懷抱中尋得了安寧與鬆容，她的歌聲依然空靈，仿佛那些塵封的掌痕從未存在。張柏芝帶着2個兒子，活成了堅韌的單親母親典範。她的笑容裏依然有當年的明媚，只是眼底多了歷經風霜後的通透。而謝霆鋒在廚房與事業之間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他做菜的模樣專注而平靜，仿佛要用那一刀一刀的細緻去修補當年那一掌一掌的粗暴。他們3個人終於在歲月的長河裏各自抵達了不同的彼岸。偶爾，當風聲帶來關於彼此的隻言片語，他們或許會在心底泛起一絲漣漪，但那一頁已經被粗暴地撕去，留下的毛邊雖然粗糙，卻不再割手。那句這下扯平，成了謝霆鋒對那場青春混亂的唯一注腳，聽起來刺耳，回想起來卻讓人心酸。因為真正扯平的，從來不是情感的天平，而是他與自己內心的交戰。他用殘忍換來了明確，用傷痕換來了決斷。從那一刻起，他不再是一個在2個港口之間徘徊的船隻，而被迫成為了一個必須駛向遠方的水手，哪怕那遠方是未知的風暴。我們無需去辯駁這種負責的方式是否正確，因為愛的本質中本就包含了失控、瘋狂與不完美。謝霆鋒的極致負責是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壯，它不符合教科書上的溫情定義，
卻在某些無法用常理解釋的情感死結面前，展現出一種令人戰慄的真實。張柏芝流下的眼淚，也許一半是為自己，一半是為那個時代裏所有身不由己的戀人。如今再回望那個午後，陽光依舊會照進空蕩的客廳，只是再也不會有憤怒的咆哮和清脆的聲響。留下的只有網路上泛黃的標題和讀者心中各自演繹的萬千感慨。那些在標題下留言說自己看哭的人，或許哭的是故事裏人物的宿命，更或許哭的是自己曾在某段關係裏為了所謂的負責，也曾經走火入魔，忘了該如何好好說再見，或者該如何好好在一起。這就是屬於那代人的帶着血腥氣的青春輓歌，它提醒着我們，在愛情的戰場上，有時最狠厲的揮刀，砍向的其實是自己，而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極端選擇背後，往往藏着一顆千瘡百孔卻依然試圖堅守什麼的心。謝霆鋒用他的方式畫下了句點，而我們在淚水中讀懂的是人生從無兩全法，負了如來負了卿，最終能負責的唯有當下那個被逼到懸崖邊緣卻仍舊選擇縱身一躍的自己。